對唔住，呢間診所及其他就近診所暫時額滿，電話系統會持續更新未來時段嘅診症名額。你做乜嘢啊？好似咁攰咁嘅，唔去睇醫生，攞張病假紙休息下啊嘛。我都想啊，但係最近個手機 book 又 book 唔到。你去醫院排隊睇醫生啊，呢度排好耐啦。咁排到我嗰陣，病人慢咗啦。係咩？我記得我哋屋企大堂樓下係咪話開咗間新嘅 AI 醫院啊？聽講好似話好方便喎，又快添，我哋不如去試下咯。真咩？又真係咁方便，咁一定好多人去排啦。唔會㗎，跟我嚟啊！嚇，好啊。係咪呢部機啊？點會唔係啫？快啲啦，快啲啦，趕時間啊！我以為中文發燒。如果有一日喺屋企突然間唔舒服，私立醫院又太貴，公立醫院排隊又要排好耐，咁就可以試下用可以減輕公共醫療負擔嘅 AI 醫院啦。患者只需要喺網上進行預約同埋付款，之後就可以喺指定時間到屋苑大堂使用 AI 醫生。首先 AI 醫生會先問下你有咩病徵，再喺大數據入面推測出你最有可能患上嘅病。然後 AI 醫院就會顯示出你最有可能患上嘅病，並提出用藥建議，同埋可以選擇訂購嘅藥物。獲得診斷後，會詢問患者是否需要醫生紙並進行打印。之後，患者需要拍照記錄屬於自己嘅藥物儲存櫃。藥物送到臨時儲物櫃之後，會有手機短信通知患者取藥。整個過程只需要1個下午嘅時間。事後3日內，患者會收到作出慰問嘅 SMS 同埋作出回饋嘅 Google Form， 而不斷優化 AI 模型。2個鐘就收到 message，話藥送到，睇下先。6030貴。真係喎，你真係送到，快！香港現時醫療系統有3大問題：第一，人手不足。醫療人員短缺，醫生同護士嘅工作負擔過重，影響服務質素。第二，候診時間長，由於大量患者使用公立醫院資源，因此需要等待較長嘅時間先可以接受診治。第三，費用問題，公立醫療系統提供相對較低廉嘅服務，但礙於候診時間問題，而私立醫療嘅費用相對較高。AI 醫院係由2個部分組成。分別係 AI 醫院主機同埋模組化臨時儲存箱，將呢啲無需人力嘅就診系統設立於屋苑樓下，為附近居民提供簡單、快速同埋便宜嘅就診服務，以幫助減輕醫生嘅工作負荷，節省資源同埋金錢。製作 AI 醫院嘅目的唔係為咗取代醫生嘅工作，而係為咗減輕公共醫療嘅負擔。請大家支持 AI 醫院。